母後，王爺，儿臣参见母後。是萧儿啊，今日怎么这么乖，早早就过来请安。母后，儿臣多年来四处云游，很少陪在父皇和母后身邊，如今回來了，自然要勤快一些，多陪陪母後。對了，母後，兒臣知道你喜歡花草，特意搜尋了西域的奇花種子，進獻給母後。你能有這份心意，母後很是欣慰啊。母後，兒臣聽說，嫣然表姐被舅父禁足於府中，已多日不曾出門走動了。是啊，這事我也略知一二。嫣然也曾托人帶了書信來，希望我勸說他父親放了他。我也正為此事為難呢。不知是因為何事呢？還不是因為他的婚事嗎？你舅父希望她嫁給你二哥，他不同意。可兒臣聽說，嫣然和尹浩已經是情投意合，兩廂情願，難道舅父不知情嗎？尹浩，這怎麼可能呢？千真萬確，兒臣不敢隱瞞母後。什麼時候的事兒啊？怎麼平白無故多出個尹浩呢？兒臣聽說，嫣然表姐常去三哥的府上，其實是為了尹將軍。依兒臣看，母後何不做個順水人情，勸父皇賜婚於二人，也算是成就了一樁好姻緣。那怎麼能行？尹浩只不過是個臣子，就算尹老將軍戰功赫赫，尹浩將來也頂多就是個將軍。再說了，我已答應你舅父，求皇上將嫣然許配給你二哥了。母後，兒臣認為此事萬萬不可。為何？您想啊，嫣然身為相國之女，再嫁皇子，必將引起朝廷上下震動。母親可知，自古以來，那些外戚專權的下場嗎？就算母後和舅父沒有存在那樣的心思，可萬一父皇懷疑起來，母後又如何說得清楚？再加上滿朝大臣難免閒言碎語，這對母後和舅父的清譽是無益的呀。這我倒是沒有想到，可我已經答應你舅父了，現在反悔，他恐怕也不會同意吧？不如母後先把嫣然表姐召進宮來，我自有解決的辦法。好，好。大人，何事惊慌？剛才宮裡傳來消息，說小姐服毒自盡了。什麼？皇後娘娘，這是怎麼回事啊？早上我與嫣然提起，要將她嫁給晨兒，沒有想到她竟然服毒自盡。此刻與醫正在診斷，也不知道這條命還能不能保住。皇後娘娘，相国大人，小姐服的毒甚是奇特，臣無法斷定，脈象也猶若懸絲，無法判斷，更無法下藥。廢物！你要是治不好小姐，我饒不了你。臣無能，望大人恕罪。皇上駕到！嫣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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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啊！嫣然，放手！你快點放手！发生什麼事了？請皇上恕罪。皇上，沒想到小女的事驚動了皇上，老臣罪該萬死。找到解毒之法了嗎？啟稟皇上，此毒貌似來自西域，臣一時半晌還找不到解毒之法。你說此毒來自西域？是。父皇，
儿臣曾經遊歷西域多次，見過西域的巫蠱之毒，不如讓兒臣一試，給嫣然診脈。好，去吧。父皇，以儿臣推断，此毒乃是西域的五虫之毒，毒性虽不猛烈，但難以根治。恰巧兒臣在古書上看到過解毒之法，不如讓我給嫣然煎藥吧。啊，此方甚好，那你去吧。走，请。父皇，父皇，药已煎好，只是有几味药引都是毒药，眼下只有以毒攻毒的方法才能治愈啊。那，快给他喂药吧。慢，此药毒性不弱，必須有人試過，觀察無恙之後，才能給病人服用，否則毒上加毒，就真的無力回天了。我來試藥。慢，尹老將軍就你一個獨子，你要出什麼事，那讓朕情何以堪吶？啟稟皇上，尹浩已對嫣然心有所屬，若是嫣然死去，尹浩也不會獨活。這藥無需別人來試，必須我來。大哥，你瘋了！脈象平穩，也無大礙。太好了！嫣然，嫣然，你醒醒！醒了。嫣然，我这是怎麼了？好啊，醒了就好。尹浩，你立了大功一件，朕一定要嘉獎於你呀！啟稟父皇，尹浩替嫣然試藥，赤子之心感天動地。既然兩人兩情相悅，還請父皇賜婚，不如就讓有情人終成眷屬吧。這皇上，萬萬不可呀！尹浩不求皇上賞賜，只求皇上能讓我與嫣然成婚。父皇，兒臣也請您賜婚於二人。皇上，既然這樣，還是問問嫣然的意思吧。如果嫣然同意，何不成全這樁美事呢？嫣然，你意下如何呀？